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苗栗这家伙啊，今年的过年是心肝结鬼球，因为这个妈妈伫咧初二迄天来失踪。伊的查某囝讲，初二的晚到，妈妈带狗仔出门去散步，到中昼只有狗仔家己走回来，妈妈的手机也是关机，到即摆还找无人。讲伊的妈妈并无甲厝内底人冤家，嘛无失智，嘛无精神的病症。这个初二一透早，佮敲电话甲亲戚拜年，佮招讲过顿工初三，大家要做伙食饭，结果出门散步都无转来咯，家属真担心。牛年快乐，天天开心。真欢喜，甲规家伙仔做伙食饭的画面落来，佮赶紧叫爸爸看镜头，规家伙的感情看起来真好。不过即马因煞真烦恼，因为休一个年假，妈妈对初二一透早离开厝来了后，都一直找无人。初二对。查囝讲，妈妈是初二透早我11点带2只狗仔出门散步，结果过中昼，干那狗仔家己转去，妈妈的手机也关机，到当夜联络袂到。除夕的时候，我跟爸爸回嘉义过年。妈妈没有回去。对，以往都这样。除夕跟初一我都有打电话给妈妈，都很正常。然后初三的时候打电话给她，打了5、6通，她就没接。然后初四的时候就接到她朋友的电话，妈妈有跟人家约聚会。就是没有赴约，所以大家都在找妈妈，我就马上赶回来。对，然后初5就报警。因为妈妈无失智，或者是精神疾病，亲人最近嘛无冤家，出门散步，人煞形象无去，互查囝烦恼妈妈发生意外。只带手机，钱包那些都在家。证件呢？证件全部都在家。然后看到家里遗失的东西，就是他散步的时候会穿着的衣物而已。查囝讲，妈妈平常时出去散步，拢是伫苗栗南市车头，佮有附近的自行车道。即妈妈伫网络顶搭相片，佮有影片，希望大家会当倒找，互妈妈会当赶紧转来，互因规家伙仔会当团圆。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，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，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，还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